一个人旅行的小王子，想起伊伫个比廖伊尔新桥顶头的玫瑰，伊感慨讲：当初我应该是伤少年啊，毋知影该如何去爱伊。我是用真拳冠军呢。你看我呀，迄足够的时阵足好哦，根本就是跳工的。伊毋是阮朋友，嘿啦，我只是。伊是阮女朋友。保持距离的，阮带人那样保持距离啊。安尼，毋就零距离。伊伫个感情的部分就安尼讲。若是无讲哦，就袂去等迄个杜凯威啊。足够的，一点都不会疼。你看你这不爱我干不作数啊！你是杜凯威的前女友3124，好记，搁比1234还悬。你这个习惯，甲杜凯威才像。你是不是感觉他很像一个老朋友？老朋友，伊到底是啥？是安怎许医师会让我一直收到足够的？我一直拢伫遮，你是安怎无爱转来？我想要请你好好替我甲我所爱的人讲再会。你甲我斗阵每一时每一暝，你是我一生相爱的人。爱人啊 ，My love， 想起你的形影，对你的思念放袂离。你踮在倒位？到底敢有听见？我永远拢伫这，等你紧转来找我，请你轻轻叫着我的名字。